位天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起來咧，我係鍾永權阿權妹。大家對廚師哦，也係講總鋪師呀個師吼，聽說就懂啲乜嘅意思。不過大家有聽過乜嘅？按到生態廚師冇？生態廚師上來家頭啲嘅做乜嘅？今日節目當中就要來好好同大家分享一下家頭嘅故事，韓國家頭對啲嘅做哪條事情咯？韓國今日節目當中邀請到嘅來賓用佢唔單唱係一個生態廚師，同時佢還係呀 Fancy Tofu 嘅主理人咯。謝謝大家來分享，熊勇分享。大家好，我是 B 黃香蓉，歡迎熊勇。你剛剛講熊勇，你係 B 黃香蓉，對 ，B 是我的算綽號吧，對，大家都叫我 B 這樣。大家都喊你 B 就錯。對，從學生開始到現在，對 B 蜂蜜。膨嘅膨嘅 B 哦，熊勇啊，分享熊勇又再過一百來到節目當中，上一百來到節目當中係3年前。對，3年前。對啊，3年前同大家來分享佢嗰陣時剛開嘅也就 Fancy Tofu，唔過3年過後，也下來到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分享。其實你一直都喺做一件事情，一直都在做生態廚師一件事情。對不對？其實那個時候3年前其實也是開始了。對，因為它其實是斷斷續續，它有什麼相關的活動的話，我們就會參加這樣子。對，因為來談講香蓉其實超忙的，你是時間管理大師，唔單止會開店，還要參加這個生態廚師的活動。對，所以今日節目當中又再過一拜有請到熊勇來到節目當中，就是想要請你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生態廚師到底是什麼意思？生態廚師其實它是一個公民運動，對啊，所以其實你只要有興趣，然後有心去了解這個活動，其實大家都可以參與。真的哦，主要係啲嘅做乜嘅？當然他在限制下選擇的廚師，是因為廚師可以接觸到生產者跟消費者這樣，對，所以他真正在做的是去影響廚師的價值觀，對，他跟你分享說，如果是友善土地種植的食材啊，你去購買的話，其實就會間接影響到生產者他們去種植的方式，那就會間接影響到這塊土地被怎麼樣去對待這樣的，對，主要的它的宗旨是這個。對，所以你剛剛有講到，它其實是一個公民團體。對，那它一開始這個組成，一開始是怎麼樣組成這樣子的一個團體，讓大家願意集合在一起去做這件事情？當時是秀娟老師，她想要幫助台東，因為台風的受災的一個咖啡農，對，因為他是做林下種植的，對，那在種咖啡豆的時候，上面就長了一些台東山上的野菜，這樣，對，他就邀請一些廚師，然後去把，因為大家對野菜不熟悉嘛，就是因為那就是想到散檔狗給野菜，可能就不像我們平常日常吃到這些青菜，對，不知道他們怎麼吃怎麼用，對，或者是它的優點啊，它的風味在哪裡這樣，對。他就邀請我們去把那些野菜做成，像可能我們有意大利的廚師，做日本料理的廚師，當時大概是3到4位，我記得。對，我們就去把他的在台東做了一個活動，叫5星級野菜料理，這樣聽起來很豪華，5星野菜料理。對，那是一個剛開始發起人的一個初衷啦，對，就是幫助小農。對，幫助友善土地的農夫這樣子。那個也是香蓉加入的契機嗎？也是那個時候。對，當時我被受邀也是緣分，就是受邀去參與這個活動，然後想說，到台東，然後但是我可以認識到一些台灣比較在地的食材。對，所以當時的初衷想說，也可以，如果能幫助到小農的話，那我覺得也很棒。對，你還記得那個時候你有認識到什麼台東的食材讓你覺得很驚豔的嗎？或是野菜讓你覺得很驚豔的？當時我覺得有一個東西很酷，它叫過山香。對，就是過山蝦，把它磨成泥之後，對，然後再倒入一些氣泡水，它喝起來很像沙士。對，很神奇。它是一個香料，香氣它像是一個香草，就是一個葉菜類。對。
哦，所以當初就是認識到這個植物連感覺廚師應該會對很多食材都很熟悉，但是你確實也是有見到一些你可能過去沒有接觸到的，非常多。因為其實我一直以來都是學西餐，然後做意大利菜，對，然後那時候也是想說，想要多了解更多台灣的食材，然後我們把它去做一個變化，對，融合在地的食材，然後雖然我們是做意大利菜，但是可以做在，其實意大利菜的某一個宗旨也是地方菜，對，只是在你怎麼去詮釋這些手法這樣。哦，所以感覺意外的生態廚師這件事情跟你的學料理的歷程蠻接近的。對，反而應該是說開啟了我對，比如說只是對西餐啊或進口品。其實那時候也是覺得說，我是一個台灣人，但是我對比如說意大利菜所有的飲食文化啊，每一道菜的故事很向往我也會有這種感覺，對，就會覺得好像我會泡咖啡，但是我不會泡茶。對，我走到台灣的山，因為我都一直學西餐嘛，對，然後小时候在麵店長大，其實因為在麵店長大，你就會不想要去了解店裡的店務，因為就是你從細看到台媽媽當然就會那個掃面啊，因為你學會了，那是你的工作，所以就向往去追求，盡量避免這樣子，對，但當然後來就覺得，我好像比較喜歡西餐這樣，對，然後就當然回到台灣之後就覺得說，好像走到台灣的市場，就好像很多食材我都不了解這樣，對，然後剛好有那個契機，然後走到山上，然後才發現說，其實台灣有很多很不一樣但又很特色的食材。我怎麼覺得聽香蓉講這個生態廚師的經歷，感覺對你自己的啟發很巨大對，其實每個參與生態廚師的人，我們每次在分享，都覺得說，我們是去沒有拿任何的錢，有點像是志工，或是我們到台灣各個小學去跟小朋友分享說，你們的地區有什麼特色食材，或者然後我們結束之後，我們就會教他們一起做菜。好像看似我們在給予或等等，但其實每次我們活動結束，我們收穫反而是更多的。對，不管是對自己的生活也好，對做菜也好，我們的收穫其實往往大於我們給予的。因為我知道，對於一個專業的廚師來講，尤其是像香蓉這樣子，已經就是學了非常多東西回來的廚師來說，感覺應該要利用這個時間去開發自己想要做的料理。但是我覺得香蓉老時間拿去做亞件事情，對你自己的生中非常的台，我覺得這就是感覺好像跟生態廚師跟一般廚師稍微有點不一樣，是他們的認同有點不同，認同不同，對，認同不太一樣。對，可能就是你有沒有接觸到之後，你有沒有去認同這個理念？對。但其實認同完之後，因為他會挑選一個項目，也不說項目，算限制吧。对，他希望你是餐廳至少是副主廚以上的。這麼嚴格，所以我不能去就是了。並不是因為技能，是因為你可以影響到你這個餐廳的採購。對，所以他其實去挑選這個廚師，他是一個中間者以外，他更希望你是在這個餐廳的一個有決策權的。確實，所以他不僅是希望可以幫助在地的農民可以銷售他們的農產品，同時也是希望餐廳也可以改變他們使用的食材。對，然後你改變之後，然後你還會面對第一線的消費者。好刺激哦！但是當時發起人覺得廚師這個職業是很適合去影響到台灣這塊實質土地上。而且你不厲害還不能做這件事我覺得不是不厲害啦，不是不厲害啦，就是你要後面其實也是有一些主廚或老闆會帶着他下面的廚師一起來交流，有點像是創意碰撞各種實驗的感覺。對。我剛有談起來，應該就知道，呀，一個親後搞給一個課程，那是算課程嗎？不算，一個體驗，一個活動。對，他其實不會頒發你任何的證照啊，他也不會去評斷你的廚藝啊或等等。對，他只是希望你認同這個價值，然後能在你日常的生活中去實踐它這樣子。對。不錯，老發體在都洶湧去嘎給沈松哦。我覺得香蓉剛剛有講到去意大利學料理，然後後來說一度想要追求就是意式的料理，西方的餐飲風格。不過他還有開個店的，還可以去嘎給布卡給出豆腐 fancy 豆腐。對，上次有跟大家分享這個開店的心路歷程，但是你自己覺得你怎麼去定義自己是什麼風格的一個料理的廚師？
我覺得其實當時要接分析豆腐的時候，我也有或是要傳承我媽媽的客家菜或等等老一輩的手藝的時候，我也想說，那我要怎麼傳承？就我要如實嗎？比如說我做出來的客家小炒，或是我做出來的臭豆腐，可能已經不是上一代的臭豆腐。对。但其實我後來想到一件事情，其實你去看之前台灣的酒家菜，就是可能在大稻埕那邊有很多的酒家。对，當時的飯館，对，當時也是他們當時風靡日本，所以他們當時的創新菜可能就是日本罐頭打開來，然後可能就流傳到現在，比如說龍蝦三明治啊，或等等，它其實只是一個罐頭。也應該說就是當時的創新菜，當時的流行，現在變成了經典。对，沒錯。對，我就覺得，那其實我身為當代廚師，我想要去做傳統上的創意的話，其實我們就先去了解傳統當時是怎麼做的。對，那我在當代的廚師，我想要怎麼去做變化，或者是更適合現代的飲食潮流也好，或者是現在的做法也好，或等等的，我就覺得，我長成什麼樣，我是一個什麼樣的廚師，我們就進行了去創作。那如果它被留下來了，它在未來其實就會變成一個傳統菜。對，因為它是類東西，到100年前也是很新的東西啊，但現在就覺得好傳統哦。對，所以它常用比沒常用這個創造未來的經典哦。故說還有當中內容要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轉到節目當中哦。又等到福起來咧，我係總編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有請到生態廚師，同時咩係分析豆腐嘅主理人哦，呢常用也是 B 來到節目當中，再個同大家來分享，唔單唱佢嘅店名，還個生態廚師嘅故事。家一開始有講到一部分生態廚師家的，上來同一般嘅廚師有乜嘅無共樣，還個有講到嘅也係分析豆腐發展嘅3年咧，然後今日帶來嘅臭豆腐一秋同嘅上擺看到嘅不一樣哦，無共樣哦。對，這也是我們店裡的招牌之一口味。對，招牌之一。現在有很多種口味了嗎？現在差不多有5種了。5種。對。這個是什麼口味？這個是番茄沙沙。番茄沙沙，這個真的是已經顛覆了傳統的味道了。上一次是我記得有醬鳳梨。對，醬鳳梨辣台妹。對，所以。想說這是帶不一樣的這樣，對，這一款是女生很喜歡的。好，我要來試試看。但是我想要先問一下上面這一個啊，因為大家都知道吃臭豆腐會蹦泡菜，對，但是感覺你的泡菜好像不太一樣，跟大家介紹一下。對，我們就是想說要跟傳統的臭豆腐樣貌不太一樣，所以我們的泡菜也做得不一樣。對，所以它上面有佛手瓜、白蘿蔔跟紫洋蔥。對。好，所以佛手瓜其實，我記得熊眼瓜，它就是它會吃它的鬚嘛，對不對？我們會吃它的鬚。對，龍鬚菜嘛。對嘛，就龍鬚菜就是熊眼瓜鬚。對，然後但是這個熊眼瓜我比較少，好像比較少拿來吃，但是有的話我媽媽會拿來炒。對，我媽媽也是切片拿來炒，就是有點像瓜類去煨煮這樣。我媽很常煮這道菜，所以它也可以像做成泡菜這個類型的。我當時只是覺得，我想要再多加一點客家元素。那因為我媽媽很常炒這道菜，所以佛手瓜對我來說有一種客家菜的印象這樣。它可以很脆耶。對，它可以很脆，然後它吃起來，我醃出來發現它很像情人果那個冰的味道。這麼好吃嗎？對，所以我很喜歡。對，因為我們上面都已經有 sauce 了，對，所以就變成說，其實你一口進去，那旁邊的泡菜是有點像是給你解膩用，就是加一點小趣味的那種感覺，好好吃哦。一開始我切完下去，當然那個臭豆腐跟沙沙醬的汁液整個噴出來，炸開來之後，我就吃到那個很脆口的那個熊眼瓜，那個佛手瓜，對，好好吃哦。所以它吃起來你會覺得，味道很足夠，但是它又很清爽，這樣。對，天哪，好想去店裡面吃哦。現在亞哈店美杜紅
有東東做某種種某種給 Q 咪。對对对。然後有時候會有這種特殊的季節限定，有時候為了活動，我們去設計一些不同的這樣。對，比如說我們有L 雜誌邀請我們可能就幫他設計一個法式的 cheese 醬。哇，對，然後可能最近還有一個活動，可能要做紅蘿蔔的臭豆腐，對，我們就會去做一些不一樣的呈現，這樣。好棒哦！所以大家有閒的時間，我唔記得了，還去做得去請這個筆哦，去請熊永基。其實點美都好，還有懂得後色的東西，不僅僅是臭豆腐啦，還有烏卡媽媽跟麵店結合做加個菜蛋底肚，還有非常多好吃的東西。但是今日有像都比來都節目當中，也係愛同大家來分享生態廚師也在算是這個領域的故事哦。剛才有講到生態廚師其實愛做很多事情，前陣子也有去這個南港展覽館做一個交流，而且是跟日本來做交流，對不對？對。那他們是邀請生態廚師這個團體，然後去跟日本的農業局去做一個交流，就是我們就跟他們分享說我們在台灣是怎麼去執行生態廚師這些內容，這樣就我們剛剛有聊到的，對。對。那我覺得蠻有趣的是，日本的農業局很驚訝的是，竟然是一個民間團體來去做這些事情，這樣。他們有類似這樣子的概念，或者是他們有這樣子的一個團體在執行這種事情嗎？因為日本的食農教育其實很完整。是，他們是有的。哦。對，只是他們有可能發現到說我們這個團體是自發性的，然後甚至是這麼有組織，然後或者是這麼的分工合作，大家沒有任何的利益商業這樣子，對，然後去執行這件事情，所以就很好奇，所以就邀請我們去做一個交流，這樣。對。所以對其他人來講，公民自己成立一個團體去做這件事情，是他們胸斗哎，感覺要有一個政府去組織一個團隊去推動它。我相信政府也有，只是可能切入點啊，或者是執行的層面不太一樣。對。哦，比如講，我記得沒有一個故事是亞到去苗栗，因為亞妹苗栗。哦。對，所以我有看到亞到去苗栗有帶一個發通，那個活動我覺得蠻令我印象深刻，是跟苗栗的茶結合，對不對？應該說它是在生態廚師的活動的之一，就是我們會環島全台灣的小學，在可能一個城市的重點2到3個小學，然後天哪，好忙，你還要去環島哎？沒有，我們有很多人啦，對，我們有很多人，對，但。發起人會去組織這樣，就是秀娟老師跟小馬老師，對，但因為生態廚師全台灣都有嘛，對，那你就可以去就近挑選，對，像我是苗栗新竹這邊的，那我就挑選了新英國小這樣，對，當然你也可以挑別的地方，對，只是我想說就苗栗人嘛，我們就去參與這樣子。那這個苗栗新營國小的活動，它大概活動內容在做什麼？他在每個縣市挑選小學的時候，他會先去了解，比如說這個地區它的特色是什麼，比如說像台東啊、花蓮那邊有部落。對，然後我們就會先去了解之後，比如說3到5個生態廚師，先去了解當地的飲食啊，他們的食材特色是什麼。那苗栗就是毛里紅茶非常的有名，對，所以我們了解之後，然後我們前面就會跟小朋友分享說，為什麼我們選毛里紅茶？毛里紅茶其實就在你們生長的環境的旁邊啊，因為它友善種植，所以很多動物啊都可以回到茶園，不會因為有撒農藥啊或等等，然後他們就死掉，或者是說沒有辦法在這裡生活這樣，對，然後他們就會被影響到，就記住了這個故事，對，然後結束之後，我們就會帶着他們，比如說可能有4到5組，比如做前菜的，做不同的菜，也不是說前菜，帶小朋友做菜，對，我們就把它分成5組。可能我們做一個茶香梅乾扣肉，好好吃哦。然後就做一個擂茶鬆餅。對，我們就用當地，對，我們就用當地的特色食材跟飲食文化去跟小朋友分享，然後帶着他們一起做。對啊，做完之後大家一起坐下來吃。哇，就等於說給他的做烏卡可能隔壁田種的茶，對，啊給他的做出一周的料理，七家做，韓國七家湊下來好好吃飯。對，好棒哦！這樣他們會對自己身邊的不管是家鄉也好，會感到喜歡或驕傲。好可愛哦！看這個照片，對，他們會很有感呢。對啊，因為他們有可能七家烏卡就有種茶，有可能，但他從來可能沒有用這樣子的方式好好的吃過自己家的茶料理。對，有些
小朋友還會回去跟爸媽分享，說爸，我教你做菜，我今天吃到很好吃，我回去要跟我媽媽說，然後就說好，那你要多學一點這樣。對。所以就是這樣子，其實是另外一種食農教育的方法。是，所以他慢慢的，其實在每一年都增加更多不一樣的活動，但宗旨都是在做。友善土地這塊這件事情，然後這樣子的一個活動可以推廣到全台灣給這些不同地方的小學，對，很有趣。所以也就係總嘛該很愛了解，福喜來每一次都在做這件事情。我們節目每董家比有強都，比如說小農啊，他們來分享他們自己做的農產品啊，但是我們有時候很難把家的給農產品跟好吃的東西，或是跟我們的理念價值做結合。所以今日要透過也給主題來同大家分享，可能有當到喺日常生活當中常見到我們已經習以為常的東西，很在地的東西，但是我們卻忽略它的特色。比如說。香蓉也要跟大家來分享的是，你之前去台東有看到他們原住民部落給他的這類東西，讓你覺得非常印象深刻，對不對？是那個醃肉、喜酪，對，跟那個什麼，像我們就知道小米酒煮桶飯啊，那個什麼阿拜啊，對，小米粽等等，對，小米粽這些食物，我們去會覺得有很大的。文化跟衝擊會有很大文化衝擊，想說，他們吃的東西跟我們吃的東西很不一樣，但是我們卻沒有辦法想象說，舉個例子，我們自己身邊有什麼，我們自己家鄉有什麼很有特色的東西跟大家分享。了解，對，所以香蓉今天帶來了一碗貢丸湯，新竹貢丸湯，貢丸湯是新竹的名產，對，大家想到新竹應該就會想到貢丸湯這樣。對，但是我想要就是請香蓉跟大家分享一下，中馬該。公眼童對你來講這麼重要，這麼有代表性？應該說我們家可能也是開麵店的，對，所以我們家自己也有賣這道料理，對，然後新竹人都覺得新竹的貢丸是最好吃的。我們出了新竹之後，可能不太會點貢丸湯。可是貢丸有很多家都有在賣貢丸，我們都有自己喜歡的那一家嘛。就像我們美麗銀色水晶餃是一樣的意思。對，你可能有你喜歡的那一家。明明就有很多家。對，這就是產地的那個優勢嘛。對啊，絕對品質是最好的這樣。對，所以要在公眼童都你的店裡面也是喝得到的嗎？有這個產品嗎？喝不到。我媽媽的店喝得到。媽媽的麵店喝得到。對。而且我看這個湯頭，想說這個湯頭也太濃郁了吧？對，我們這次特別想說煮一下自己風格的，所以我們有熬一些蘿蔔，對，然後大骨，所以是非常的精實的熬了這個高湯這樣子。所以在媽媽的麵店也是吃這個形式嗎？我媽媽的不太一樣，但是貢丸是一樣好吃的。對，貢丸是一樣。所以你知道對你來講，瓊亞這公眼童就會最代表新竹的一個料理之一，有很多。新竹還是有很多好吃的。對，所以其實我們可以借這個時候，我們等一下要進個廣告哦，都要在廣告的時間，大家都在想一下，七嘎烏卡親有特色的講。一烘就好啊！你可以想到3樣啦，一個廣告可以想3樣，想一下，等下轉到節目當中再過來繼續同大家來打這鼓哦，先休息一下。福喜來咧，我係總演員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有請到B王湘蓉來同大家來分享家嘅生態廚師嘅經驗，還有佢自家開嘅店名叫 Fancy Tofu 嘅故事哦。家下廣告以前有請大家想一下，自家烏卡家鄉嘅三方，知道做啲手機本其他位所嘅朋友嘅安樣嘅料理本大家，我想到3樣，我一下先同大家咩同 B 分享一下。我想到嘅就是剛剛講提嘅水晶餃，對。第二，我想到嘅係菜包，菜包，竹籠拌菜包，對。還有另外一個我想到嘅就係炒肉，
草肉，客家小炒。客家小炒。对，俺上都要散烘，啊，唔滴太家上都给黑马改，对，跟比來分享一下。那更多草肉，其實香蓉根本也沒有帶亞布卡給草肉來到節目當中，這個是媽媽的招牌菜。黃媽媽，黃媽媽親為煮的客家草肉，據說是逢年過節、家庭聚會，媽媽就會被要求。沒錯，3不5時，媽媽週末可以炒客家小炒。媽媽週末可以炒客家小炒，就同俺共用的，大白粥都不看俺就跟春嬌我媽啦，我就會跟春嬌講說，媽媽你可以幫我做客家小炒嗎？趕快帶一隻番地味帶到台北去。哦。對，因為不知道為什麼家鄉味。對，就是很喜歡吃布卡給客家草肉。啊，不過俺布卡沒有你公公給客家草肉，跟香蓉的客家草肉想都冇共用。香蓉分享一下亞布卡給客家草肉。哦，我媽媽一定會有魷魚，然後我想吃豆乾，對，魷魚豆乾、豬肉、蔥跟辣椒。对，但我跟我媽媽學了之後，才發現其實炒一盤客家小炒，不是說全部炒在一起。No。對，它是要有程序，然後先放什麼，然後再放什麼，炒到什麼程度。好香哦！我的天哪！對。你剛剛嗆聲一咧，豆腐給我聽聽，所有味道都從豆腐裡面炸出來。是，我很喜歡我媽媽炒的很夠味，可是又不會膩，然後一點點微辣。哎，它辣椒是有分的，要放一點大辣椒，放一點中辣椒。這麼講究？豬肉要選豬齡多久的？對，魷魚乾要買哪一家的？哇，糟糕，我說不出來春嬌的版本，糟糕。因為我媽媽每天都會去市場採買，因為她開店嘛。對，所以後來跟她聊越來越多，我才發現我媽媽是一個大師哎，真的。其實煮菜真的從開始上市場採購就已經開始了。對，所以那比如說我們客家菜有個叫刨粉腸的，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刨粉腸。對，我小時候我媽媽會賣，就是它是就是燙過之後，然後就切小塊，然後拌一種我媽媽做的醬汁，就薑泥、蒜頭、辣椒、醋，就是甜甜酸酸的。對，有點像激醬版本，但是比較直接先打的那一種。對，然後拌一拌跟油膏。對，但是要做那道菜呢，一定要用粉腸的某一個部位。那一節那一節，對，所以跟他學了之後，才發現其實我們的傳統菜或等等，雖然它好像很樸素啊，每天都看得到，其實它裡面的功夫，我覺得是不輸意大利菜的。對，所以其實我們很常會崇洋媚外，但其實忘記了七嘎布卡給料理就非常非常的講究。對，我沒有想到，嘎哈一匹豆腐，我可以吃到這麼多味道，好完整哦，停不下來。對，我是因為給他主持會共發，我沒有辦法一直吃飯，我超想吃魷魚的，然後配飯，對，好好吃哦。對，像亞布卡沒有你給客家草肉，我不知道為什麼沒有你公公跟客家草肉，就是很多湯。對，我沒有看過這樣的客家小炒。我也在外面沒有看過，但是我們家苗栗人，然後我們之前包含我們辦公室同事有辦一個聚會，大家帶自己家裡的客家小炒。我跟你講，苗栗就是長這樣，苗栗就會有種白白的嗎？就是因為我吃過白白的，不白白的是豬油冷掉，沒有，我說沒有醬色，沒有醬色，沒有感覺沒有下醬油，沒有，我們很多醬油，但是醬油會變成湯汁，會變成米，然後那個米韓國給牛出給油，你可以全部撈起來拿來蹦翻。了解。然後蔥放非常多，然後你炒完之後，你隔餐你還可以加蔥下去，再繼續煮。是，我們通常都炒一大盤，然後再冰起來，隔天可以再吃這樣。就是流口水。或者包一包給誰這樣。對，所以客家就會對客家人來講，當蔥油的一個記憶，對不對？所以我們應該可以很輕易可以講出一些七嘎布卡有名的料理，做在同大家來分享。以外，其實日常生活當中，我們也可以像生態廚師一樣，做一些對我們自己環境友善或者是有利的事情。一般民眾就都在走抖，從嗎？對，我覺得就像我剛才提到說，去市場採買，這樣大家都如果有煮菜的話，如果沒有去市場，或者是你去超市，其實現在的標明都蠻清楚，對，清楚跟正確的，就挑選友善土地的一些小農啊，或等等。那去市場的話，我覺得很有趣的話，你可以去發現一些，比如說阿姨呀，或等等坐在那邊路邊，然後比較小攤的，那大多都是他自己種的，自己種自己吃的，而且
我媽媽就很常，比如說回來就說，這個竹筍是哪一攤誰自己種的？現在季節所以才有這樣。對，那你一定會採買到，因為他自己要吃嘛，一定會採到最有愛，然後最友善土地的一個種植方式。它雖然可能量不多，對，但是品質都很好。而且我常常都崔思從迪度，有時候回家跟我媽媽去逛市場的時候，我都會認識我平常在超市看不到的菜。对，季節限定版本。对，所以我覺得給出黑一天輕神奇的事情，是我有時候沒有想到，我意外的在市場裡面都在請到一點算樂趣或者是一些知識的感覺。對，所以其實沒有那麼難，就到市場，然後其實就是去實質的去做這個動作，我覺得你就可以做到生態廚師某一環在做的事情。而且說不定，其實我們很多婆婆媽媽已經正在做這件事情了。是，對不对？吃得好吃又健康。對，吃得好吃又健康，然後拿自己前面菜園拔的菜。對，所以今日愛同大家來分享一個青蔥油的觀念。不管你是料理高手這些阿姨呀、阿素梅、阿豹梅啊，還是說是料理新手，還是像我這樣在都市的上班族，可能就做得 keep 住到一條知識、一條內容做得做去同富家人分享。不過今日節目當中有請到呀B來到節目當中，他是廚師嘛，那廚師就要跟大家來分享一些料理的小知識哦。那B跟大家分享一下料理的小知識。我覺得我很常會跟剛開始學做菜的學徒分享一個切東西的觀念吧，所以它會有點難，但是其實它只是很快，就是你在切東西的時候，大家都會覺得說是往下把它剁斷，廚師就剁這樣子。對，但其實我們的剁是，比如說像中菜廚師，其實它是有點這樣子過去的，滑，對，它可能會拉起來嘛，但其實它是這樣的。那如果西餐的話，它就會這樣子，都有滑，都移動，都有位移，就你在心裡想象說你不是剁它這樣子，對，那用有點像割的方式，只是動作变快而已。那它這樣食材的出水比較少的話，對食材的保水度啊，或者是它的儲存啊，會更好，時間更長這樣。比如說我從苗栗帶蔥回來都是一大把，然後呢，董教就會然後給切到悠悠，再把它冰到冷凍。哦。但我如果用這個方法，它可以。對，你可以想象說你在割它，把動作放慢，你可以把動作放慢。對，那我們可能快了，就是就像你看電視上的廚師，看起來就像剁，對，它只是比較快。对，你可以把它放慢，就是这樣子的感覺。將來你就想象你在割它，對，不是在剁它。好，原來切東西要按用切咯。好啦，到節目前面哦，再給我搶B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其實，我剛剛有講到，其實香蓉很忙，做非常非常多事情，時間管理大師。金丹強會做亞點事情以外，其實有時候他也會接到一些專案，然後出去 No Boy 有助體的幫大家做一些東西啊。有時候通常是跟客家的料理有相關，不過客家料理有時候會有一些千變萬化的形式，這是廚師要傷腦筋的地方。你可能老亞的看起來很傳統的東西，然後打破它的傳統，讓大家覺得哇天哪，這不是客家菜耶，這種感覺。對，就活動，我覺得每次接活動或案子，我覺得宗旨是最重要。對啊，可能他想要一些在地的飲食文化特色，可是他搭配的可能是配酒，對，可能會是配茶，然後那個活動性質可能是要一口，對，然後去分享比如說百年大葉紅茶的故事啊，或者是怎麼跟茶跟餐的搭配，對，然後比如說我想要做客家小炒。對，然後我想說，那我可以怎麼用我自己的廚藝經驗，然後去呈現不一樣的客家小炒這樣。然後就想說，我們吃客家小炒都會配飯嘛。對，那我就想到說，那怎麼讓它一口可以進去的話，那我們把飯煮成像粥，然後把它鋪成薄片，然後拿去蒸烤箱風乾，到像米餅一樣。對，然後再拿去炸，它就啵起來，就像一個薄的脆片。薄的米脆片這樣，對，然後我們再把炒好的客家小炒，然後魷魚乾啊、豆乾拿去風乾，風乾到很硬之後，然後把它打成粉，然後再拌入那個美乃滋，所以你就會有一個客家小炒口味的一個載體，對，美乃滋，然後再擠在那個米餅上，
對，然後大家可能比如說這個主題是茶跟餐的搭配，那大家可能喝一口紅茶，然後再配一口那個客家小炒。哦，看那個形式完全不會想到給客家菜。對對對。但是他卻把客家的風味、客家料理的風味全部融合在一起。這也是一個料理的趣味，也是一個吃菜的一個趣味吧。對，哇，唐希兒就感覺係咧懂新奇的一個體驗，所以我覺得今天同香蓉聊天，我知道我自家嘅舒服沒動作，我也收穫很多。希望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們享用哦。故說今天什麼必來到節目當中，謝謝。謝謝。沒什麼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跟蘇康休息一下，共下來做運動哦。大家知道有節目好看無啊？我記得啦，我來福喜來嘅免數傾贊，韓國啊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咪記得我來傾贊訂閱韓國亞樣片嘅鏈接啦，記得我分享出去哦。